大家好，歡迎收睇時政微評。白宮內鬥打響，魯比奧剛上台一個幾月就被疑似被特朗普架空，隨時都可能被解雇。美媒甚至俾出咗準確時間18個月。魯比奧係特朗普一手提拔起嚟㗎，點解要刻意架空佢？魯比奧辭職對中國有邊啲影響呢？作為一個喺美國參議院以99-0嘅票數當選嘅特朗普首位高級內閣成員，國務卿魯比奧不論對外影響力定係喺美國本土嘅支持率都不可小覷。畢竟零票反對喺美國歷史上都係罕見㗎。只可惜呢個國務卿似乎當唔到太長時間。據觀察者網3月4號報導，美國明利場雜誌刊登咗一篇文章，直接揭露咗特朗普同魯比奧之間嘅矛盾。內容表示，喺澤連斯基同特朗普喺白宮發生爭吵，魯比奧如同石化咁嘅坐姿有啲耐人尋味。呢個其實暴露咗白宮內部嘅分歧，好可能會提前辭職，並且俾出咗準確嘅時間18個月。呢啲講法並非係空穴來風，而係已經突顯咗徵兆。魯比奧雖然係美國名義上嘅最高外交官，但佢似乎無法影響特朗普政府嘅決策，甚至喺一啲特朗普嘅決策中，佢仲係最後知情者。例如，特朗普此前任命咗9名外交特使，專職處理俄烏衝突、巴以衝突問題，直到人選名單公佈，魯比奧先至知道呢個情況。呢個大有架空魯比奧外交決策權嘅意思。至於咁做嘅原因係魯比奧並唔係同特朗普作一條褲子㗎。我哋都清楚，美國民主黨同共和黨勢如水火，哪怕特朗普現三權盡歸己身，係羅斯福時代後最具權力嘅總統，但佢嘅決策依舊遭到民主黨嘅反對。喺前幾日嘅國會演講中，特朗普啱啱開場5分鐘就被嚟自德克薩斯州嘅民主黨籍眾議院議員格林起身揮舞拐杖打斷嘅名場面。既然係咁，魯比奧呢一個特朗普一手提拔嘅內閣高層，憑乜嘢喺參議院冇得到民主黨嘅反對？呢個意味住魯比奧本身就代表咗民主黨立場。從佢個人嘅履歷嚟睇，雖然係特朗普一手提拔上嚟㗎，但卻係個堅定嘅援烏派同反俄鷹派政客。特朗普啱啱上台之際，對俄烏衝突問題幾乎係閉口不談，直到2月中旬先至雷霆出擊，主動繞開歐洲同烏克蘭，同克姆林宮直接對話。按照常規嘅外交流程，美俄應該係中高層官員先接觸，然後外長對話並傳達視頻通話或者線下會晤嘅邀請，最終先至係兩國領導人嘅正面接觸。然而，特朗普直接致電克姆林宮，等於省略咗呢啲流程。之前認為特朗普係突發奇想嚟咗撳一啲好戲，但而家睇嚟，明顯係唔想經過魯比奧之手，否則美俄亦都唔可能如此迅速嘅連談兩論。除咗喺俄烏衝突問題上嘅問題同特朗普相左，魯比奧喺中美關係微妙變化嘅立場上，處境亦都非常尷尬。喺拜登執政4年時間裏邊，魯比奧嘅政治立場係極端嘅反華鷹派。喺針對中國台灣、南海、人權等所有嘅議題上，魯比奧都係發起人或者聯署人嘅身份出現，被中國多次制裁，不得入境大陸。雖然特朗普一手將佢提拔到國務卿嘅位置，但中國依舊冇解除對魯比奧嘅制裁，造成美國外交一把手無法訪華嘅尷尬處境。現如今，特朗普雖然2度對中國加稅，但中國2次猛烈反制之後，特朗普明顯察覺不對勁，公開延遲咗第3次制裁嘅期限。喺俄烏衝突冇解決，中美關係微妙僵化嘅背景下，特朗普迫切需要能夠同上行下效，並且同中俄談判嘅外交一把手。而魯比奧恰好兩邊都冇辦法發力，呢個或許係特朗普要架空魯比奧嘅主要原因。總的嚟講，雖然魯比奧短期內唔會辭職，但特朗普執政計劃嘅需求仍然存在。魯比奧如果唔轉變自身立場，
就變成咗特朗普等美國再次偉大嘅絆腳石。呢個其實無關中美關係同美俄會談，而係美國內部政治架構嘅矛盾，係民主黨同共和黨之間嘅立場之爭。呢陣時我哋食瓜睇戲就成，畢竟走咗一個極端反華政客，恰恰說明特朗普有需要同中國談判妥協嘅地方。白宮內部嘅混亂亦都對中方有益無害，等我哋靜待局勢發展。今日嘅影片就到呢一度，歡迎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見。